嗱，我公司未裝修之前呢，你哋個個都話過嚟幫手搬嘢，你哋個個都呃我，依家搞到我哋成個團隊漏夜喺呢度爆倉，今晚啊不出意外又係通宵喺度趕工，大家辛苦晒，今晚得唔得？21號可唔可以交工？仲有幾日就可以啦嚇！依家同你講啊，裝修未搞掂啊，倉又未搞掂，個個都逗我開心，個個都話：小樂樂，我過嚟幫你。人都啊爛尾啦，裝修交唔到工，21號公司開業嚇，你採購咗好多福利品翻嚟，風扇採購咗500台直接送，我哋仲有冰箱、洗衣機、空調、手機全部送，而且21號當晚我哋仲有好多福利品直接係破價俾大家嘅，你唔過嚟幫手唔緊要嚇，21號一定要嚟捧場啊！順利啦，今晚繼續，今天努力幹好，明天心想事成啦，走啦，通宵啊！